巴勒斯坦人伊伫个所在，遇到伫加沙走廊迄个所在遐，遇到以色列发射过超过3500粒的这个这叫做啥？火箭弹嘿，对，火箭弹嘿。所以呢，伫当中有诶官方是讲超过3500粒以上，有诶人是估计超过5000粒以上。圣经甲咱讲，恁着爱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所以咱伫这个时阵，上面咱爱真感谢上帝，所想事互咱的平安。风台来的时阵，咱有风无做大水，咱感谢上帝。伫以色列遮尔困难的时刻，咱抑阁是平安，咱阁较爱感谢上帝。总是咱爱亲像主吩咐咱的讲：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我的心爱慕你。主耶稣上帝安尼讲：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所以咱为着以色列求平安，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为咱家己来感谢。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以色列的圣者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今日伫你的面前来祈祷，愿你照着你家己丰盛的疼痛甲怜悯，搁再一届对着阮来讲话。你是主，是阮的上帝。今日，阮亲爱兄弟姊妹，三甲做伙进入到上帝你的殿中，主啊，你帮助阮，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内底。阮会通倚靠你得到平安，一方面，阮为着阮家己所得到遮尔丰盛的恩典甲疼痛来感谢；一方面，阮仰望主你继续施恩怜悯照顾你的百姓，当因现此时遭遇遮个艰难困苦，百姓落伫战争当中的时阵，主啊，愿你亲自怜悯，愿你亲自赦免，愿你亲自伫这一切的事上内面，因着你极大的怜悯甲疼痛，赐阮帮助，互你的百姓伫你的怜悯照顾内底，通来得到平安。我的上帝啊，就是我家己，嘛是定定伫安乐平安的日子内底，我就袂记起上帝你的恩典。上帝求你赦免阮即款心高气傲的性情，唯愿你伫阮内面继续赦免、怜悯、医治，互阮会当伫即个平安的日子，搁较重要的是倚靠上帝，因为生活内底充满各样的困难、艰苦，总是上帝你应允阮，倚靠主的人大得平安。所以唯愿你帮助以色列。阮信仰的大兄也帮助阮每一位，互阮会通安安轻调伫主你的听、你的引带、你的话语内底，通互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享受平安娱乐，乃是阮会通真知影，上帝啊，阮怎样倚靠你，怎样甲你同行。互上帝你的旨意伫阮的身上得成，互阮会通按照世界来见证。伫世间有苦难，但伫基督的内面，阮有绝对的平安。感谢你继续引带阮，信主的人满有平安。感谢主的疼痛，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教友来报告，谢谢。兄弟平安，非常欢喜。清早咱个当三个自习，伫上帝听内面，咱讲，见到开始的，拢爱学乐伊，到永永远远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今仔日10月7日下午1点，将伫教会3楼召开10月份定期祭祀会。
请即时当工注意出时间会议。第二，10月20要拜五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九子堂举行，敬邀兄弟有留时间一同参加，一同为城市国家起坛守望。第三，教会办理小组长即时当工培训练，日期定伫下面10月21、11月7、11月25以上3天，每日上午9点到12点聚会，敬邀兄弟参加，请到招待处报名，或者是到消息公告群组填表报名。第四，10月22拜日下午，教会一同前往关仔岭风景区半日游行程，分为爬山健行小组以及泡汤小组，预计当日下午5点半对教会出发，下午5点伫基督庄仔药街餐厅用餐。交通自理，敬邀兄弟互相相载。邀请兄弟一同参加，暗顿的费用400块，泡温泉费用另外计算。请到招待处登记，或者是上网报名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这时请敬拜团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会通三甲做伙伫伊的厅内底同齐做伙来敬拜。世间充满逐款的无确定，但是伫基督的内面，咱有绝对的平安。伊是主，永远的主，伊是疼的主。来倚靠伊，你就会体会伊的好，伊的水。咱三甲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，信主耶稣真正好。阿门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，主耶稣真好，主耶稣真好。我要来学乐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提起我的烦恼，互我踏人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主耶稣，主耶稣真好。我要来学乐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提了我的烦恼，互我踏人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主耶稣真好。我要来学乐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提了我的烦恼。互我踏人笑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几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主耶稣真好，我要来学乐，我
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替了我的烦恼，予我踏日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主耶稣真好，我要来学了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替了我的烦恼，予我踏日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主耶稣真好，我要来学了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替了我的烦恼，予我踏日笑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，我的耶稣对我真好。哈利路亚！感谢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耶稣基督既然对咱这么好，咱就定定会通予伊牵咱的手来行，借着读圣经明白伊的道路，借着遵行伊的话，予伊牵咱的手，予咱伫主的听内底来领受，怎样甲伊三甲同行，无论徛咧、坐咧、倒咧。或者是行路的时刻，愿主亲自帮助咱，愿咱时常伫咱的心、伫咱的灵，对伊祈祷，恳求伊的恩赐。恳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恩赐我，恳求求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予我完全，无论我行我坐也飘步，你的声应听甲我同在，感谢你用这款大听头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。我的生命亲像歌要学了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。我心无落无散，恳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恩赐我，恳求求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予我完全，无论我行我坐也飘步，你的听时刻甲我同在，感谢你用这款大听头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
心靠神主是永远活，互人望，互人勇行。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搁鼓你一生存命，搁要传扬你稳定听他，互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我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爱落无散，阮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因带我，阮求救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互我安全。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，你的听是听甲我同在，感谢你用这款大听他，互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我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爱落无散，我踮主的内面拢无惊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，我心靠神主是永远活，互人望，互我勇行。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搁鼓你一生存命，搁要用你稳定听他，互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我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爱落无散，我的生命亲像我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爱落无散，我的生命亲像我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爱落无散。咱这是三甲做伙来祈祷，为了上帝所赏赐予咱一切丰盛，为了咱的日子得到上帝看顾甲平安，
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儿女，为着咱的父母，特别仰望上帝的听，甲咱同在保守咱。独到上帝看顾伊的儿女，虽然有时伫软弱的时刻，有时伫惊吓的时刻，有时伫跋倒的时刻，总是上帝要用伊的听安慰咱、医治咱、照顾咱、陪伴咱。伊是听的主，互咱对着困难的环境来看到上帝的帮助，互咱对着惊吓的时刻来经历上帝的平安。咱搁再一届向着上帝来祈祷，讲：上帝求你开启我属灵的目睭，互我看到我生命应该努力打拼的方向。就是到伫年老的日子，上帝啊，引带我行你爱我行的路，听候我将着你的能力传予后世代。将着你的权能驾驶我的行儿顺，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将阮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。虽然阮伫活命当中有真济的稳定、平安甲疼痛，总是主我向你承认，因为我抑阁真正毋知，究竟上帝你要带我行什么款的路？我虽然来到礼拜堂做礼拜，我虽然伫礼拜堂内底传讲信息，虽然我和兄弟姊妹三甲做伙同行天路，总是主你敢是干那爱阮过这款会晓礼拜的日子吗？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来帮助阮。互阮伫这个地面上所行所做，阮的嘴会通讲你的话，安慰造就劝勉；阮的心、阮的灵会通甲主你三甲同住就近，互阮黏伫基督的内面。主，阮也特别为着阮所亲爱的母亲伫主的面前祈祷。主啊，为着咱对坐伫主你的面前来祈祷。保守看顾伊的心灵，伫你内面得到平安。你是主是上帝，你亲自帮助阮，引带阮，互阮甲主你三甲同行。耶和华，你亲自引带阮，无论到伫倒位，你的确保守阮。总是主求你帮助阮，将着下一个异象放伫阮当中。互阮毋是对着时间，甲阮的日子拖磨了去，是互阮每一日、搁较知影你的道路，每一日搁较明白你创造阮的目的，互阮会通向着迄个目标来行，通叫阮行入去，伫上帝你创造阮的目的内底，通互阮到伫见主的日子，阮会通伫迄个所在讲。主，你交代我的工，我已经做完成。主帮助阮，帮助阮有一款的稳定，帮助阮有一款的看见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接续来吟唱《我愿奉献》。这首诗歌讲：主，我愿奉献我一生，互你来采用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。耶和华，我愿奉献我的一生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困难无够硬，我的心志就是坚定。主耶和华。
爱主赞我，勇敢勇情，团结好心，亲爱主帮赞我，我要搁有你尊名，你温柔的声，秘密之音，我拢爱听，阮天父我高兴，我山，亲爱主赞我，勇敢勇情，狂热好心，亲爱主帮赞我，我要搁有你尊名，你温柔的声，秘密的你，我拢爱听，阮天父我高兴，无山，亲爱主赞我，勇敢勇情，团结好心，亲爱主帮赞我，我要搁有你尊名，你温柔的声，秘密之音，我拢爱听，阮天父我高兴，阮天父我，阮天父我高兴。稳定的主，感谢你一路陪伴阮，一直到阮年老头毛喙鬚白的日子，你犹原抱阮伫你的行程，亲像母亲照顾伊食奶的婴仔共款。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无微不至遮尔大的疼痛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，互阮会通伫软弱中经历你的勇健，伫艰难的日子看见你的帮赞，伫阮病痛的日子看见你所赏赐互阮的健康，陪伴阮行过人生所有一切的苦楚。主，开阮的目睭，引带阮，互阮伫现此时的时刻，看见阮应该完成的责任，又搁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下一个异象，下一个阳光，下一个阮应该去完成的。无互阮的生命感觉讲阮已经退休，无互阮的生活拖磨过阮的日子。乃是我每一日拢为主来活，阿门。奉献我的一生，为主来活，阿门。为主来活，阿门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咱即时三甲做伙来上读新的诫命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
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咱要三甲做伙来启用。启文第41篇，时间过得真紧吼，已经来到第41个礼拜，一年52个礼拜。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日子经过，上帝恩典一直拢伫咧，甲伊讲来。日子经过，上帝恩典一直拢伫咧。阿免。来，三甲做伙来启用。伫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看见了大光。踮伫死荫之地的人，有光照耀因。你互这国民犯罪，增加因的喜乐。因伫你面前欢喜，亲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猎物欣样的快乐。因为因所负的重担，甲镜头顶的拐啊，并欺压伊的人的棍啊，你拢已经压断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政权要担伫伊的镜头顶。伊的名称作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爸、和平的君。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天无穷。伊必伫大笔的宝座顶治理伊的国，用公平公义复国，坚定稳固。对他直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个事。阿免。感谢上帝听从万军的耶和华成就所有一切伊定着的代志。咱即时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，咱要同齐做伙来上读提摩太前书第2章。提摩太前书第2章，后书第2章歹势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1节到26节，就是全章吼。好，咱三甲做伙来上读，请。我的囝，你伫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你伫真济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示的，也爱交托迄个忠心会当教导别人的人。你爱甲我同受苦难，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见若伫军中做兵的，无将世务缠身，通互迄个调伊做兵的人喜悦。人若伫场上比武，无照规矩，就袂当得到冠冕。努力的农夫，你当成得粮食。我所讲的话，你爱思想，因为凡事主要互你聪明。你爱纪念我的主耶稣基督。乃是代笔的护卫，伊对死里个我，才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同款，总是上帝道却无受捆绑。所以我为前面的凡事忍耐，叫因也通得到迄个伫基督耶稣内救恩甲永远的荣耀。有通神的话讲，咱若甲基督同死，也要甲伊同活；咱若会当忍耐，也会当甲伊同齐做王。咱若无认伊，伊也无认咱。咱纵然失信，伊又是可信的，因为伊袂当背负家己。你爱互众人回想这个代志，伫主的面前吩咐因。毋通为着言语争辩，这是无益处的，只干会当败害听见的人。你着极力伫上帝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有见效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爱婉撇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个人要入到敬无敬虔的地步，因的话亲像毒疮，愈烂愈大。其中有科米乃甲腓利多，因偏离了真道，讲国外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就败害真济人的信心。
总是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。顶面有这印记讲，主认捌赏识伊的人，又搁讲，既然称呼主名的人，总得爱离开不义。伫大河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嘛有木器、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成做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有必行逐样的善事，你着爱逃避少年的私欲，甲迄个清心祈祷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迄个愚妄无学问的辩论，总着爱弃绝，因为知影即道代志是去竞争的。总是主的仆人，毋通竞争，只要温温和和待众人，熬伫教导，专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迄个抵挡的人，或者上帝互因悔改的心，会通明白真道。互因这已经受魔鬼任意掠去的，会当醒悟脱离伊的网罗。阿门。搁再一届，咱三甲做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圣灵，阮搁再一届恳求你，因着你极大的疼痛，也独独是你互人明白真理迄个能力来赏赐互阮。通叫阮伫即个时刻，会通对上帝你来领受活命真理的光。主啊，引带阮，只有你临在阮当中，这是即个礼拜上界重要的一项代志。若是阮来到即个所在，你无来，安尼上帝，阮到底是咧做啥？总是主，阮既然来了，阮就恳求你，恳求你来。主，因为你住伫你的圣殿，所以阮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因为你住伫阮的灵的所在，所以阮要用心灵诚实来找求你的面，求你引带阮，求你帮助阮，求你赐恩互阮。互阮明白真理，互阮进入真理，互阮伫真理内底得到自由甲丰盛。阮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人生的过程内底有真侪咱想袂晓的代志。古早的时阵，阮查某囝大概5、6年国中迄阵的时阵，有一阵仔伊定定甲我讲：“爸爸，我的身躯哪会拢咧足痛的，足痛的。”我甲伊讲：“啊是偌痛？”伊讲：“就是会痛啊，就感觉身体无就安尼。”我甲伊讲：“啊是倒位痛？”伊就讲：“毋知，规身躯拢咧痛。”买手的时阵哦，去互先生看，了后先生甲阮讲：“迄叫做成长痛。”就是肌骨咧抽悬，可能营养食了无够，所以就感觉会痛。迄叫做成长痛，肌骨咧痛。这毋是异形哦，嘛毋是咱甲筋怎啊甲拆开，毋是，这是筋咧脱壳。伊会家己伊这顶悬这个壳无换。伊这个家己咧，这壳已经夹起来，夹起来了后的时阵伊这个腮啦就是迄个齿，筋的齿会怎啊伫迄个所在一直落去，了后伊这个筋这原本是伊的旧的骹嘛，伊会对着这个壳这个所在遮一直用，差不多规个过程差不多10点钟，所以伊就甲这个伊的骹对着这个壳的所在遮。一直扭出来，一直退出来，一直退出来，退到尾手的时阵，也变做一只新的筋了后，迄个筋会规身躯拢总软的，所以迄就是叫做软壳筋。但是，搁过一阵仔的时阵伊的壳会比这个壳原本的壳加搁较硬，这就是叫做成长痛
你讲爱得安尼继续大就好，毋是？即马若无脱壳吼，到尾就会翘伊，会死去，因为迄个壳伤细。所以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上帝互伊大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伊就会脱壳，伊就会脱壳。啊了后，壳会愈来愈高，愈来愈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应该嘛是安尼。你知影，咱的皮肤吼，每7天会换一摆。所以吼，恁兜吼涂骹定定会安尼用压，迄除了涂粉以外，上介济就是你的身躯的皮肤吼残留的皮肤屑掉下来的东西。所以你甲伊扫起来的时阵，伊有一寡物件吼是安尼幼，但是毋是亲像沙安尼粗，就是迄咱的身躯的皮肤屑落落去涂骹内底。咱的人生嘛。比这个钱啊更较重要。咱虽然吼身体无换啦吼，但是其实你斟酌甲看嘛有换啦吼。我即马变个遮烟头个飘撇，结果的时阵吼，我摕我小学的相片来看，真正差了伤济。了的时阵吼，佮摕我结婚的时阵的相片来看，结果的时阵哇，真正变做一个老人啊啦吼。迄个亲像吼，有一个囡仔吼，甲伊妈妈讲妈妈，迄个相片，一个是你，另外边吼，迄个帅哥是啥物人啊吼？了吼，因妈妈就甲伊讲，迄恁老爸啊，你煞看袂出来。了因这个囝怎啊带者你讲，即马甲你做伙大，迄个是啥物？倒一个老壳，是倒一个老人，哪会甲你做伙大？伊讲我恁爸爸你是咧，所以你知影，你换会变，只是因为咱逐工拢咧变，所以咱就安怎无感觉咱咧变，其实咱有咧变，这就是咱的成长。保罗伫这个所在对着提摩太甲伊讲，我的囝，保罗实在是真疼惜伊，伊就甲伊讲，我的囝，你爱伫基督耶稣的真道内底勇行起来。咱需要伫耶稣基督的真道内底勇行起来。要安怎勇行起来呢？第一，一定爱伫苦难中，爱伫活命的艰苦内底，去成做一个传承信主耶稣基督的家族。这是咱的勇行。咱对着艰难的环境内底，去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了后将着这个信仰传承给咱的囝儿孙。这是咱的光强，这是咱的光强。第二，咱一定爱立定咱的心志，成做上帝的欢喜。咱真容易伫生活艰难困苦的时阵，有两种反应。一个就是我袂信耶稣啊，但是我感谢上帝，咱是第二个反应，咱更较轻调耶稣基督，因为知影除了伊以外。无别个拯救，因为伫天顶第一无想事第二个名，互咱会通靠着得救的。所以咱就通更较立定心志来得主的欢喜。圣经安尼讲，若有人爱上帝，有人疼主耶稣，这个人是上帝所认捌的，是上帝所喜爱的。了，伊第三点甲咱讲，咱要怎样会当刚强起来，成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，成做一个刚强上帝的儿女呢？咱爱成做圣洁，合乎和主的路用。咱一定爱愈来愈圣洁。基督徒的生活，毋是干那信主耶稣受洗得到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信仰有真可能会胖见去。圣经内底伫这个所在讲到有两个人，一个或者科比奈，一个做腓利度。这两个人败害因家己的信仰，佮影响别人的信仰。到伫落尾的时阵，因甚至失去信仰。启示录的所在伫遐讲，你若无尊敬上帝的话，安尼我就将着你的名甲伊撤销去。主要所伫个所在讲，总是咱爱按照上帝的道路来行。
咱会当倚靠主伫一切事上得伊的欢喜。安尼，咱要怎样来倚靠主，成做一个刚强的人？伫艰苦当中，爱成做一个传承信仰的人。咱爱刚强，爱真正去认捌，这个信仰对着咱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？圣经伫遮讲，你真济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示你的，爱交托迄个忠心，会当教导别人的人呢？你爱受装备，爱刚强起来。真济时阵，兄弟姊妹伫活命，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拄着困难。咱伫迄个困难的内面，咱是怎样照上帝的话语去行去做？伫这个礼拜五的时阵，我和妇女三甲做伙了。伫这当中呢，林玉姐伫遐分享伊顶礼拜的时阵去到安顺教会伫迄个所在做礼拜。了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听到一个见证，讲一个囡仔伊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因为因兜经济有较困难，了有一天伊妈妈出去办代志，了甲囡仔囥伫厝内底，迄个囡仔呢，就用一盒的蜡笔咧画图迄蜡笔，有囡仔伫厝内底家己画。画这个时阵，伊伫迄所在，伫遐呢囡仔甲迄个蜡笔吼，怎啊甲伊食落去？食到尾手的时阵，感觉腹肚会疼，了后发现囡仔放火，所以呢，紧来甲伊送去诊所，佮送去新老病院。了后伫新老病院的时阵，有遮伊基督徒去甲因传福音，去甲因分享，甲因照顾。所以这个囡仔甲因妈妈、甲因家庭内底的人，受到真大的鼓励。以后的时阵，因就来信主。因伫迄个所在受到圣灵的启示，因为伊看到这人的活命的水，因看到咱无亲无情，总是恁伫阮困难的日子来帮助阮。因有看到这个活命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活命内底。咱要怎样会当刚强起来？咱有真济信仰的前辈，会当成做咱的学习。你会当看到教会内底，看到咱家己的教会，1959年的时阵有5个家庭因出来拍拼，你会当看到咱的教会，咱的建灵兄，咱会当看到咱的教会，在信仰的前辈英怀进，甚至是咱。金乌姐伊的先生这个文雄节等等，因怎样到伫年长的日子，犹原牵条上帝甲上帝三角同行。今仔日咱来到伫这个所在，当你坐伫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你就是一个见证，你就是一个信主牵条上帝救恩的人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保罗对着少年的提摩太讲。我甲你讲的这代志，你得爱少年，你爱将着我所教示你的，甲伊记起来了，教导遐少年的，教导遐会当教导别人的人。保罗教导提摩太，提摩太教导迄个会晓教导别人的人。一个信仰应该是爱传承世代，所以咱今仔日。是毋是有对上帝的话语，咱有领受起来？伫艰难的日子，咱看到上帝的同在；伫艰难的日子，咱看到上帝的疼痛。安尼，咱对着这见证人的面前，咱去领受这，咱就会当甲人传承。圣经伫这个所在是见证，讲安尼，伫见证人面前所领受的，爱交托。所以，咱爱教导咱的儿女，互因会通明白上帝的话语。咱家庭怎样去认识上帝、经历上帝？第二，要成做一个刚强的人。保罗伫个所在讲，我为着信仰受着困毒，伊甚至将着性命拢献予上帝。保罗伫个所在讲，你爱成做基督的精兵，爱为着真理来征战。有兄弟姊妹，因。出去佚佗，因的家庭内底，遮家族拢也未信主。
有兄弟姊妹，因出去佚佗，因的朋友也拢也未信主，但是伊就勇敢伫咧食饭的时阵，虽然食规道的菜吼，食好菜，但是呢，伊就是伫个所在祈祷感谢上帝。咱真侪时阵会感觉讲，伫个所在祈祷吼会歹势，但是呢，这兄弟姊妹因着伫个所在祈祷，真侪时阵咱会感觉讲人会甲咱起笑，但是其实即马大部分的人袂甲咱起笑，真少数的人会甲咱起笑，大部分的人会点点。总是有的人嘛会伫迄个所在，安尼半滚双笑，甲你讲哦，你信上帝信了真虔诚哦。啊，伫即个时阵你要安怎样做？大部分的人嘛是，那咱嘛是讲怎安尼笑一下安尼，对不对？但是毋是哦。其实咱伫迄个时阵，圣经讲啥？咱会当对迄个所在开始甲伊分享福音。我其实哦，足意爱建基啊，建基遐哦。伊毋是敢若无用咱安乐圣教会的代志呢，人伊足无用伫咱国家的国民外交啊。伊去到吼，伊个客户遐个所在吼，伫个公司吼，人喺公司做伙食饭的时阵，人喺建基遐吼，嘛甲因讲啊，是毋是吼，用阮我为恁做一个祈祷安尼呢？你看阮建基啊，安尼有用无？伫客户的面前，同齐做伙食饭的时阵，讲安尼用阮我甲恁做一个祝福的祈祷。你知？你若安尼行，你就有福气啊！你毋好为着耶稣，毋好为着信耶稣感觉歹势。主耶稣讲：你伫人的面前认我，我嘛要伫上帝甲天使的面前认你。你要怎样成做一个公共的人？你爱成做伫场上比武的人。爱怎样爱照规矩，才会当得到冠冕啊！哦，了后第四点，你保罗举另外一个例讲，做伫迄个所在工作的人，伊爱大声有猪啊，有切啊通好食啊，有饭通好食啊。你会看到这样代志，就是大声的有备，会成做你落尾手的阳光。所以一定爱受装备，你就会刚强起来。你若大到一个地步的时阵，人问讲你是安怎要信耶稣，你就袂伫迄个所在解回应讲啊，无啦，对大家信的拢无共款，你信你的，我信我的。表面上咱听起来真和平，但是圣经对着这个代志讲啥？咱就爱定定做准备。人若咧问讲啊，你是安怎要信耶稣的时阵，咱就安怎用温和的口气甲因讲。咱望的理由到底是啥？迄就是叫做公强。所以咱爱成做一个公强的基督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最近的时阵伫亚运内底，伫杭州迄个所在讲的。你也看哦，这个少年人啊，哦欢喜甲用要变过啊，哦开始举，哦已经要得冠军啦。结果的时阵啊，认真看，人这个吼怎啊劈腿啊？这咱这个made in台湾的啦，这made in台湾的。差0.01秒，但是你知影哦，这个人啊，伊伫进前无到24小时，就是进前讲的时阵，伫1000公尺的迄个比赛的时阵啊，因为伊是讲伊家己无张持啦，吼去甲人压着啦，但是但是裁判无听伊所讲的话啦，所以伊伫迄个比赛内底啊，互人判一个这道德犯规啦。就是你虽然无张持吼，但是你嘛是甲人弄掉啊，结果吼影响人的成绩，所以结果的时阵安怎，伊就无法度比赛。但是到过工的时阵，比赛这个3000公尺的时阵啊，3000公尺的接力赛，伊是上落尾一蹦嘛。了后是伊到迄个所在时啊，要到的时阵，伊看到迄个所在，两个人是相近，但是吼伊怎啊那练一个劈腿出去？我跟你讲，你平常时就爱练啊，若无吼你就开骹轻啊，我无甲你骗，爱练。所以咱同款的信仰嘛是安尼，是安怎？咱拜托各位，咱一定爱读圣经，爱读圣经，爱读圣经。差一点点啊吼，就会变异端啊，听有无？所以爱认真读上帝话，甲家己装备起来，并且咱所敬爱这个金牌得主哦，伊其实伊安怎？伊个有4青蛙腿台语要安怎讲？青蛙腿就是像我行路安尼啦，哦，O 型腿哦，O 型腿。
啊了，伊佫有先天的迄个一个，毋知啥物病，我袂记啊。总是吼，伊头生的时阵哦，伊甚至吼，因为进前工吼参赛失去资格，但是伊怎样？伊马上改变过来，伊要互家己落入去伫失望怨叹的内底，伊认真拍拼，到伫落尾，伊成做一个虽然是受伤，虽然是先天条件不足的人，但是伊成做一个互相的金牌的得主。所以咱若勇行，第二，你要立定心志来得到主的欢喜。要成做一个刚强的人，爱立定心志，要得主的欢喜。世间人看你牛，世间人看我牛，无一定牛。上帝看咱有适用啊无，这才是较重要。咱需要立定心志，得主的欢喜，毋是得人的欢喜。咱爱真斟酌，咱活地将来是要向上帝高效，毋是要向着家己来高效。咱若有法度看到迄个终极的目标，咱就有能力会当坚持到底。基督的救恩甲永远的荣光，才是咱拍拼的上界大的重点。我袂记哩是林语堂还是张大千，因两个人吼，其中的一个翻译就是这个大师吼，这个大师吼，因伫因的年老的时阵有得到迄个糖尿病。了有一摆因去食这个食倒啦吼，就是人办宴席的时阵去食饭，去真个真高贵的餐厅。食到上落尾这个时阵吼，但是就是因头前出来的时阵吼，有这个甜汤，有迄个甜点，一样安尼直出来。了人拢甲人迄个服务员吼，服务生就甲伊问讲，无你爱这个无爱这个？伊讲无要紧，这拢卖。到伫尾手的时阵吼，伊甲遐吼。头前几项哦，迄甜点伊拢讲这毋免，但是出到上落尾的时阵哦，有一个上界甜、上界好食，伊讲好，就是这个。咱讲人就甲伊问讲好啊，这遮尔甜你要食？伊讲我头前遐七几项，毋是拢总无食吗？我头前迄几项无食，就是为着要食这项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听我咧讲啥无？有诶时阵，咱诶人生必须要做出决定。平凡无路用诶物件，即马做爱啥？断舍离。来离开、提走，但是你要看到什么是上界重要的，看到什么是上界重要的。今仔日人对咱的娱乐，你知影？歹人嘛有人娱乐呢。有一届我去参加阮一个同学的退休礼拜，我一向吼拢感觉吼，我这个人是真袂歹的人。但是我参加阮同学的退休礼拜的时阵吼，阮那个同学吼。我迄阵去的时阵哦，壮啊强啊吼，就干那我是伊的同学尔。了的时阵哦，伊伫迄个所在讲哦，伊家己咧退休感言的时阵讲一句话，伊就讲哦，我某人哦，我头壳较刁直哦，我袂晓想这想迄，所以呢，定定做代志哦，就是较含慢啊，安怎样啊？买树的时阵哦，伊怎讲吼？较无亲像阮同学吼，有个人咧头壳哦有够骨溜，哦，安尼话，总啊强啊嘛，敢若我伫遐尔。伊讲阮同学吼介骨溜，安尼我听者怎毋知要安怎应啊？哦，我来毋茫伊毋是讲我啦吼，总是就是全部的同学敢若我伫遐尔，你敢若？但是我要甲各位讲诶，毋是你家己感觉你是谁。我即一届的时阵，含双星做伙出门去，了这个见机仔的朋友或者明贤嘛吼，明贤哦，阮做伙共桌食饭，阮就有个人哦，伫迄个所在滚酸笑讲，哦这个人安怎，迄个人安怎，哦真好，阮就家己讲，哦我嘛真袂歹啊吼。了明贤遐讲一句话，好毋是家己讲的，是爱别人讲的。你听我意思无？所以。毋是咱感觉家己好呢？上帝敢有看咱是好？咱一定爱会记哩这样代志。有一日，咱是要向上帝高效的。咱若无看到这个代志，咱若无斟酌上帝的救恩，甲伊为咱有比永远的荣耀，
安尼咱就真容易伫这个世界失落伫上帝为咱所有备的。这人因立定心志做这样代志，咱阁看到另外一个吼，就是这个人伊得到亚运的铜牌，伊伫个所在拍拳头的。伊毋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伊是一个天主教徒。总是伊伫咧比赛的时阵，伊大概都拢讲一样代志。伊甲修女讲：修女，我邀请耶稣甲我同齐做伙去拍拳头，毋是去卖膏药哦，是木圣区。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讲啊，我求主帮助我，求天主帮助我。我要见伊，既然疼惜我、照顾我，我的年日就要为伊来活。所以伊伫个所在见证。伊拍拳，毋是咧拍空气；伊拍拳，毋是干那要互家己得到好名声。伊要见证耶稣基督对伊的疼痛。这个人叫做念钦姐啊，其实无几岁，伊有严重的贫血，所以训练的时阵有时体能会退步。2016年的时阵伫迄个所在里约奥运的时阵，伊0比3来失败，到伫2019年的时阵，佫着癌，了伊伫咧从一边来化疗，一边准备东京的奥运。即一届参加即个亚运的时阵，伊有缘伫咧所在呼求主的名，伊讲主，无论安怎样，为着我的国家，为着你的名，当国家呼召我出来比赛的时阵。伊讲天主，我知影你的确陪伴我，因为是你呼召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伊的心中敢若有一个意爱，毋是为我来活，是为着我的国家来活，就是你所赏赐我的国家，是为着你的名来活，就是创造我生命的主上帝，我为你来活。这款基督国我的大能力。是予咱得胜的关键，也是伫咱人生内底困难的时刻，互咱会通对着上界无有愿望内底来看到愿望的信用。你的经济真困难，但是你莫感觉你人生是绝望。我的人生对13岁，我的经济困难，毋是13岁，可能我出世的时候，我经济就足困难啊。所以我13岁的时阵就开始爱饲家己，但是今仔日我会当有小可的气力去甲人斗相共，是因为上帝对我的疼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真有能力活的。牧师定定爱甲各位讲，今仔日阁讲一届，当你一天起来，有一份头路通好做。3顿有通食，了后你平安活着，你敢知影？你就是全世界头前1/7的人，迄上好嘢，迄1/7遐的人。你讲牧师有影？我来讲，以色列即卖咧战争，苏联即卖嘛咧战争，乌克兰即卖嘛咧战争，泰国缅甸。即马拢抑个伫真大的战争内底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影咱有偌幸福，咱有偌大的稳定。佮半点钟，你等下就要去煮饭、咖啡啊、泡咖啡啊，你的人生佮无幸福。那就我讲哦，你是台湾上介幸福的人。所以求主互咱会晓得。当上帝赏赐予咱遮尔济丰富的稳定的时阵，咱今仔日所唱的第3首歌是讲啥？我愿奉献我的一生为你来活。所以学会晓定定孝顺上帝的恩典，咱的人生就会愈来愈欢喜，咱的人生就会愈来愈有愿望。圣经伫这个所在又搁甲咱提醒，保罗对提摩太讲，伫这个落尾的世代内底。有一寡人因会伫迄个所在煽动你离开上帝，就亲像科米奈甲腓利多，因伫迄个所在讲，国外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就败害真侪人的信心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耶稣对死国外的能力，到伫如今拢抑个伫咧。箴言内底26章20讲，传世人的话语，亲像好食的食物，深深入伫人的心。这个话是啥呢？异端甲煽动人的话，其实就亲像毒药外口所抹迄个汤衫，会侵蚀伫人的灵魂。偌年啊，这时阵，人伫迄个所在，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你互我会当较好野咧，我就会当较济奉献咧。结果的时阵，咱斟酌来看，真济人到好野起来了后的时阵，安怎？就渐渐离开上帝，甚至渐渐甲家己野起来，和上帝平悬。这是真大的危险。当然嘛有真济人，因真用心，因就是知影家己的软弱，所以因就伫个所在，更较轻调上帝，由上帝帮助伊。你知影贵格吼？贵壳燕麦片、燕麦奶这个物件，这个老头家啊，上起头的时阵，伊少年其实伊无啥物物件通好食，拄伊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出世，所以到伫落尾手的时啊，有一摆因阿姐哈，伊就去投靠因阿姐，伊甲伊讲：阿姐，我甲你做啥物工课啊？了的时阵，你互我食。伊讲：我老实在是无啥通好食。啊，这个。贵哥哦，迄种啊少年，大概6、7岁啊的时阵，伊就去农场去因阿姐遐做工。了的时阵，伊真正是足枵啊！怎啊尾啊的时阵哦，摕燕麦来食燕麦。其实哦，迄个燕麦吼是足歹食、足粗的，是送咧食，是马咧食的啦。但是伊买手哦，怎啊甲摕来食？食一个吼，伊煞怎啊愈来愈勇健。所以尾啊，下面阿姐哦，怎啊甲伊讲哦，啊无咱煮这吼，煮会来卖看卖啊咧，卖互遐送用啦。真正佫有人买呢，因为这战争嘛，都无人通食，所以无啥通好食，所以就开始卖。卖了的时阵哦，愈煮愈济，到尾啊的时阵怎啊开单，到尾啊怎啊开公司。伊起初的时阵吼，将着1/10奉献予上帝。到伫买手的时阵，伊摕3/10因公司的利润，摕来分予因的员工。到伫落尾手的时阵啊，伊将着伊营业的一半奉献予上帝。了后50%奉献予上帝，40%来分予所有的员工，10%的利润才留予家己。伊轻调上帝，伊伫礼拜日的时阵，伊一定到伫礼拜堂做礼拜，因为伊讲一样代志：我的生命是上帝为我所存留的，所有一切产业是上帝的交代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咱唔通互遐话语甲咱煽动去。圣经内底，保罗捌讲过一句话：我靠着迄个家天，互我气力的，凡事拢会当做。真侪人掠掉一句话，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讲：只要我有信心，上帝就会将着我所要爱的互我。这个误会实在是真大。当咱有信心，上帝就将咱所要爱互咱。那呢，咱相信的是啥物啊？相信上帝。用伊的魔法棒，甲咱点一个，了后咱就变朴素，咱就变烟头，了后咱的钱财比山搁较悬，了后咱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拢比全世界人拢搁较水、搁较烟头。我最近一直咧听大卫包森的讲道，伊讲到一样代志，伊讲上帝毋是爱咱一节一节读圣经。上帝若爱咱一节一节读圣经，上帝就会甲圣经一节一节互咱。上帝嘛毋是爱咱一章一章读圣经，那上帝意爱咱一章一章读圣经，伊就甲一章一章圣经互咱。上帝意爱咱的是通过规贯彻历史内底的经过，互咱透过历史的经过来认识上帝。所以上帝是将一贯册来互咱，安尼真重要的一样代志，就是咱读圣经，
其实是爱安怎样啊？爱一罐一罐来读，安尼咱才有法度看出来上帝伫迄段历史内底伊的作为到底是啥物货。这对着我有真大的启示。咱爱知影，咱若敢若一节一节读圣经的时阵，安尼咱就真容易读了毋对的。你知影箴言内底有讲一句话：饕餮的饼较好食，头啉的水较甜。你若要读一节一节安尼读，但是实际上，咱若对迄段经文内底斟酌来甲伊看的时阵，迄句话是啥？迄句话是淫妇所讲的话，是歹人所讲的话。圣经嘛有一节话安尼讲啊：世间无上帝，迄圣经讲的哦。但是迄段圣经内底是讲啥？迄段圣经你爱斟酌解读是讲愚妄人、顽境的人讲无上帝。所以读圣经袂当一节一节读，咱其实是爱规贯册来读，来认捌透过迄段历史内底，上帝伫迄个历史内底的作为，到底咧咱讲啥物货？所以读圣经是爱规贯来读。所以这是安怎？咱伫这个属灵的高强度训练内底，邀请各位一天读7章的圣经，因为安尼咱才有法度真快速来明白这卷的册内底到底是咧讲啥。是安怎爱真快速呢？我问一寡这相亲的兄弟，伊讲：牧师你毋知哦，我昨读的今仔就袂记哩啊。摊拄我读的即马就袂记哩啊。安尼咱若去甲咱较远的时阵哦，咱较远的时阵哦，咱怎会变做安尼？圣经内底有一个约瑟，个约瑟哦，互因兄哥甲伊卖掉伊，尾啊走去埃及，以后的时阵吼，伫埃及做宰相，了娶玛利亚，生了耶稣。安尼对无？这七啊斗八啊嘛。所以咱爱真斟酌安怎样读圣经。对死国外的能力到伫如今犹原存在。有一个人伊13岁就食毒，15岁倒的时阵就伫帮派，了后伊互人目睭拍甲用要青命去，了后伊这个骨头啊，这个所在啊，断几啊摆，了后伊的骹筋互人挂断去。伊互人拍断7根鞭仔骨，了后送去病院啊。医生讲这若救会活会活，救袂活可能就是植物人啊。了后伫个当中啊，别人拢对因老母讲：恁迄个囡仔扣角去啊，你着甲伊当作死去啊，无路用啊。这若恁囝，你敢会甲放杀？会无？那恁囝，你绝对袂甲放杀嘛。但是就外口人来甲伊看的时阵，讲啥？你着当作恁迄个囝死去啊嘛。因老母为祈祷10年，到伫这个囡仔23岁的时阵顶头生。这个囡仔是啥物人？人伊来过咱教会，咱拢讲袂记哩啊，该不应该哩。老民和牧师啊，陈希慧。即摆的总干事，伊有对死过活无？伊真正对死过活。人拢甲伊讲，你着甲迄个囡仔当作死。伊若继续安尼食毒，因老母若甲伊放杀，伊着真正死啊。但是，即个相信上帝的妈妈，相信上帝会互伊囝对死过活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咱的上帝是互人对死过活的上帝。甲伊讲来，上帝互咱伫绝望的时阵，犹原有盼望。所以你爱真正，这张图真有意思。这是咱的耳孔，这是妈妈的子宫。但是你甲看起来有足相像无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，伊就只有一句话，讲你的耳孔就是你的子宫。无论你听到啥物，无是好的，无是歹的，拢是伫目一年当中就会受孕，
了后伫伊应该有的时期，伊就安怎生出来。所以你爱选择你听到的，你应该爱听什么话，以及你应该忽略什么话。你莫甲世界的话听了伤认真，但是上帝的话一定安怎爱真认真听。古早的皇帝甲咱讲的代志，即马无啥路用。古早的时阵啊，若要甲你讲哦，若要50年前的时阵甲你讲哦，咱人有一天的时阵哦，伫美国吼，都会当看到人吼，和咱台湾人讲话。你讲我是咧讲韩国，但是即马哦，我来讲，你有无？你即马摕一支啊手机啊，就是迄个所在啊，伫遐对面咱看着讲啊。了后，我来讲，这抑个毋是介重要哦。圣经讲有一天啊，咱拢会徛伫上帝面前，了后咱所有一切代志拢会搬出来。咱有甲这个话当作话听入去无？这是咱爱斟酌的。你要聆听上帝对你讲的话，你要听到上帝对你的讲话，认真听圣灵对你的讲话。真侪时阵有真侪人讲啊，我著听无上帝甲我讲话。上帝讲话，才着自然环境对咱讲话。你敢知影上帝嘛才着动物甲咱讲话呢？你相信无？你安怎相信上帝会让才着动物甲咱讲话？巴兰啊，巴兰迄只梨啊，就会甲讲话啊。但是其实哦，你若斟酌甲伊看，我有一天吼，我就干那坐伫迄个啥物所在？咱迄个中历史迄条溪哦，这啥？德溪，德溪溪边仔迄条，这德溪啦。德溪溪就是伫德溪边仔，所以哦，这德溪溪啦。我就干那坐伫迄个所在吼，上帝就会对你讲话。你讲上帝对你讲啥话？圣经内底敢毋是安尼讲？我观看你手指头啊所造的天。并你所珍视的月亮甲星星，我就讲世间人算什么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对你讲话，圣灵会对你讲话，你爱斟酌聆听你家己。世界会甲你讲你无啥路用，但是这是世界。但是你有看到无？上帝甲你讲，我会当用你。所以你莫定定感觉讲哦，你家己无路用，定定看家己是一只猫啊，但是实际上你是一只虎啊。猫甲虎世间的时阵哦，分无啥会清楚，但是你嘛毋通甲家己哦当做一只有的时阵咱若是猫，咱就莫想讲咱是虎。但是上界惊的是啥？咱是虎，却是咱甲咱家己当做猫啊。所以爱聆听圣灵伫你身边对你所讲的话，唔好经验去限制上帝要加添予你的恩典。另外一项代志是啊，唔好小确幸。即马有真侪人讲小确幸啊，我安尼就好啊。牧师啊，你莫甲我你免阁甲我邀请啦，我就有来参加做礼拜就好啊。这叫做小确幸。上帝已经赐福予我，安尼真好啊。年老的日子，你爱继续服侍啊。咱斟酌想一个代志，昔使摩西甲80岁的时阵，上帝呼召伊，伊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安尼就好啊啦！我即摆已经80岁啊，你莫阁呼召我。摩西就得袂到阳光，嘛枉费伊40年久伫埃及读大学，学所有埃及一切学问，嘛枉费伊40年久。互遐羊啊，凌迟甲用要死去。伊人生80年是为着有比伊后壁迄40年，但是伊头前遐尼认真，但是敢若一句话讲：上帝啊，我无爱啊！我即马安尼饲牛饲羊，含阮某含阮囝，我特别退休啊！以色列人今仔日可能抑阁伫倒位？埃及。所以咱爱相甲做伙努力，
唔好互小确幸，把咱的人生磨掉去。你会当为上帝搁做足济代志，年老头毛喙鬚白，将咱的信仰教示予咱的世界。你会当真做荣耀的器具。基督徒上界大的奖赏，毋是天堂，乃是亲像上帝伫永恒内底有圣洁甲荣光。圣洁是宇宙当中上界大的权能。魔鬼是安怎无法度赢过上帝？因为魔鬼家己本身是做歹的，歹本身若要赢过上帝，伊就爱互上帝做歹，伊就当你有这个经验无？牧师甲你讲我爱准时，结果的时阵哦，明仔载牧师要含上清做伙出门，结果家己迟到。你虽然无讲，但是心内底安怎讲？牧师，你看，你家己嘛迟到，有无？就是这款。所以你知影，圣洁，上帝的圣洁，伊伫伊当中，伊无去指责别人。但是伊讲，你若要得到能力，要得到权柄，要甲我三甲做伙徛起，安尼你就按照圣洁的道路来行。咱的活命爱知影，对出来及记内底。圣经第一个所在讲，满了430冬，迄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拢对埃及出来。你有看到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无？落个缩个一堆人，安尼甲因兜的物件款款的，这叫做这叫做啥？这叫做耶和华的军队。你斟酌家查哦，圣经真正是讲啥？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出来。牧师无改字，绝对无甲你改。但是你甲斟酌因出来的时阵是安尼，或者耶和华的军队，你对什么所在看因是军队？你甲我讲，无嘛？但是圣经讲啥？当因出来的时阵，因受耶和华上帝甲训练，了后因去战争，因战争用什么来得胜？因说耶利哥城，因照上帝所吩咐的，遵行上帝所吩咐的，举着约柜出来。祭司伫头前用俄罗，用敬拜，用安静。伫迄个所在设整造城，了到第7天设7摆了，伊就甲伊讲：伫迄个所在大声喊话吧，耶利哥城就倒去。所以上帝为因征战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以色列无比咱较高。昨的时阵，巴勒斯坦哈马斯就是这个激进组织。伫昨的时阵，对加沙地区，着以色列发超过5000枚5000粒的火箭弹。伫这当中啊，有的另外一部分啊是写3500，但是有的是写5000。无论怎样，就是3500粒嘛是足济就对啊啦。了后因对着海穹来攻击以色列。这当中有几样代志，咱来斟酌。上帝过去怎样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地，是上帝为因征战。1967年6月初6月初的时阵，有这个6日战争。6月初的6日战争，因伫迄当中嘛是伫安息日受攻击，但是上帝因带互因得胜。过去的时阵，因有一个物件叫做铁穹，伫空中会当拿炸所有的这火箭弹。迄个拿炸落来的百分比，100粒有法度拿炸75粒落来。但是这一届铁穹还是天穹，这个拿炸系统却是失灵。伊所拿炸落来效率无到35%。那呢，互咱斟酌注意一项代志，因今仔日天穹失效，并且来过去的时阵。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是全世界上界强的，但是这一届却是唔知影这个代志。牧师甲各位讲这个，只是要甲各位讲这样代志，唔是咱人熬，那唔是上帝甲咱保守，那唔是上帝帮助咱。更较好的，莫讲或者铁穹，就是或者金穹，或者天穹，一样很穷。所以求上帝，互咱会通明白
什么是咱的瓦课？基督徒、平信徒，后届你要做执事、小组长、长老、传道牧师、副牧，以后做教区长、做总会长，了后咧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有任捌你，有任捌我无？咱有用一个圣洁的活命，愿意来服侍上帝无？咱若愿意真正安尼起来，你知影伫属灵的战争，这才是耶和华真正的军队。对圣经内底对头到落尾，你拢会当看到，就是以利沙受围困的时阵，伫撒玛利亚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讲，走来甲以利沙讲。主人啊，你家看，咱拢有人围起来啊啦！死啊，这声稳死啊！以利沙甲迄个少年人，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开迄个少年人的目睭，互伊会当看见，甲阮同在，比甲因同在还佫较济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开迄个少年人的目睭，迄个少年人就看到满山满谷，耶和华的火的车，甲火的军队。威慑伫以利沙的身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愿意投入伫这个属灵的战争内底，过一个刚强的基督徒。其中上介重要就是咱爱诚做圣洁，毋是咱即马上会当圣洁，但是咱爱按照圣洁的方向来行，你就会当有能力。搁再一届恢复倒转来。来看，伫大纲内底讲到，咱爱对着艰苦苦难中来接受装备训练，咱爱立定心志来得主的欢喜，咱爱诚侪圣洁，互上帝所录用。安尼，咱就会当诚侪伫基督内底强搁有能力上帝的子民。所以，互牧师甲你邀请。10月21、11月初4、11月25，咱有3摆的小组长接受东港的培植的训练。搁再一届恳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原谅牧师。过去30年的时间，对各位的训练真正足少。我以前的时阵，拢是感觉讲，兄弟姊妹的时间真无够用。但是来到60岁的时阵，牧师感觉是真亏欠大家。毋望伫牧师退休进前，咱会通三甲做伙来努力，互咱会通成做一个小组长，成做一个执事，成做一个愿意伫上帝国同齐努力的上帝君尊的祭司。所以诚心邀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。咱同齐来拍拼，互年龄毋是成做咱的限制，乃是成做咱的祝福。所以邀请你，邀请咱每一位，互咱会当三甲做伙，为着所信的道齐心来努力。3工，一工3点钟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三甲做伙。诚做一个强盛的基督人，灵性的美好的品格来对着甲世俗的抵挡。你的活命，咱的活命要精进得胜，是来自对上帝话语的认真的认捌，甲将咱家己照上帝话语来行。约翰卫斯理安尼讲，就是咱圣教会的开创者安尼讲。世间无一个人是完全无知或者是错失的，所以基督徒未完全到无人性的专注。咱未完全甲讲咱当中无人性的专注，所以咱除非倒转来到上帝，就是享受上帝互咱，上帝享受互咱的灵魂遐，咱才有可能完全甲。无有人性任何的专注，伫基督的内底，咱一定会勇行起来。但是基督徒的完全圣洁，毋是伫因无下无事，毋是，乃是互咱会当明白独独倚靠基督，咱才有能力追求圣洁、正圣，并且互主所录用，并且靠主得胜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迄才是咱的信仰。你毋是听到你拢总圣洁啊，才来信上帝，是你信上帝啊，你才会圣洁。安尼，咱会知影迄个顺序无？求主帮助咱，怜悯咱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赐平安的主，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，恳求搁再一届施阮怜悯帮助阮，互阮立定心志，伫基督内底殷勤，互阮会通成做刚强属灵的基督人，就是基督的门徒，活出基督的款式，见证上帝的名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咱来欢迎咱今仔日来到咱当中新来兄弟姊妹。咱欢迎李太明兄弟哦，太明兄弟倒位哈，欢迎，感谢主，谢谢。真欢迎太平兄会当三甲做伙来做礼拜，上帝祝福伫你家己的家庭。咱下面的时间要来颁这个奖学金来，咱请读到你名字的兄弟姊妹，请你来到当中。小小若是无的时阵咱也请爸爸还是妈妈来帮忙带领。来，咱读到你的名字的时阵，请来头前。好。叶寻丽、林其胜、叶柔珍，这可能拢伫国语堂段瑞成有转来无？完了，二来，过来是胡静云，过来是林明胜、叶约珍、吴以伦，后来拢来都来，啥物人帮我翕一下上来无？好，谢谢。全程执事，你要来代表恁囝领无？恁两个囝拢有转来无？来无转来，来，等来请，来，全程叔叔来啦，好来，看到恁两个囝嘛无转来国语堂哦。啥物人？因有要转来无？所以，所以咧，等下齐胜会来无？拢未来呀，好安尼，好来，安尼就是你拜托来，好来，谢谢。感谢主，来，好，谢谢，来拿着，谢谢，感谢主，谢谢。好来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主，请回座，谢谢。愿上帝赐福，互咱的今日时势，会当一代一代比咱更加勇，更加得上帝的路用。咱这是三甲做伙同齐来起立，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。主耶和华，我要奉献我的一生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困难无够硬，我的心志却是坚定。主耶和华，我愿奉献我的生命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心身真软弱，阮求主是阮所好。亲爱主，赞我。
赞我，我要高举你尊名，你温柔的声，绵绵日日我拢爱听，阮等候我到夜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因着伊的疼痛甲怜悯，因着圣灵的同在甲你徛起，互你殷勤伫上帝的话，互你明白伊一切对你的疼，互你坚定心志，倚靠伊对伊来行，互你的日子充满属天的能力甲权柄，赢过一切的罪恶甲试探。通互你伫主的面前诚侪圣洁，伫上帝圣洁能力的同在内底，互你的日子满满见证伊的权能、伊的同在、伊永远的救恩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彼此请安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